后来乡亲继续把镜头转到立法院，今仔日开始开会咯。行政院长陈建仁第一届到立法院备询，甲苏院长无共款的是，陈建仁要入去立法院进前接受访问，伊的后壁是徛一排行政官员，要来显示因团队作战的概念。伫咧开始发表着谈话进前，国民党团来占领着发言台，向陈建仁来话话。讲政府甲超收的4500亿的税金，先互民众，一个人还6000块无够，就要还1万块。就安尼，伫国民党的陪角之下，陈建仁今仔日无法度顺利就台，确定这会议延到后礼拜五。黑钱政府。过一个年，国会17号正式开机，讲的也阁是普发现金特别条例。本来行政院长陈建仁要伫咧10点20分上台施政报告，所以国民党团甲发言台占条条，搁伫咧涂骹坑1万块，大声喊6000块无够啦，爱政府甲超收的4500亿税金，一个人1万块，甲这个钱还互人民。在野党嘛，国民党的诉求只有一个很卑微的，普发现金1万块。第摆备询含政人苏贞昌，拢是家己一个人上战场无共款。陈建仁带新团队，包括副院长陈文灿、发言人陈宗干，带一群人做伙受访问。很诚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执政团队所提出来的各项福国利民的政策应该让行政院长有一个说明的机会。陈建仁讲会用真小心细腻心情向全部委员报告，嘛希望委员会当支持政府3800亿的疫后特别条例和预算。不过前一天政院则讲厝贷款的补贴政策，符合资格的人，逐个月当领到3万块的补贴，红每个无力。疫后呢确实有很多的中小企业还有这一个中低收入户呢，他们生活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需要大家特别的照顾。这是我们执政很重要的目标，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温暖而且贴切的照顾。好的政策要兼顾各方，虽然没有办法做到100分，我们尽力而为。温暖坚定的内阁，这回头一摆国会备询，面对施政的成果和民生经济，必须有在野党积极，难题嘛一件接一件来，得看新科议长会安怎激头脑解难题。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